今年凯比风台来的时阵，造成彰化的大城做大水。不过经过2个月，到达大城的西港村也是会淹水。官府就表示，水无法度提是甲地层下陷，有时会抽水是有关联，会争取经费来改善。爆发外口排水沟拢是落公尾啊，爆发内底啊，拄着大楼地势较低路地淹水。彰化县大城乡西港村伫7月开灭风台来时阵，淹水严重，过2个月也有淹水问题，居民是真艰苦。因为它流出去的排水的水路受到改变，没有办法像以前自然会排出，所以造成内地会积水，积水就会发情积啊嘛，不小心就会跌倒。那现在因为外海的堆积非常严重，所以外海已经比内陆高了，那导致说这动力排失效，所以内海的水沟啊、路面啊，水都排不出去。当地村长表示，这淹水主要原因是外海沙土冻得真严重，风台内地改变排水水路，大洨时阵热流水排不出去，爆发边啊路甲路常常积水，影响交通安全，甚至有人骑车摔倒，希望水利单位提出办法解决。官府强调，西港村路会淹水是因为气候变迁、潮湿甲地层下陷这因素，地势无法度动力排水，加上当地气温抽水排到路边的沟造成。在113年8月30号，有获中央核定县市管河川及区域排水整体改善计划的治理工程，这个核定的总经费约计21亿元啊。那后续县府这边也会争取相关的补助改善。水事处表示，会积极关注地下水井，各向中央争取整治经费，甲水利署合作进行清污作业，佮考虑增加抽水站展开区域排水治理工程，希望解决西部沿海自路的淹水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